觉得台语新浪潮2，既然是2了，就一定要跟1不太一样。然后台语新浪潮2，我们的方向会更贴近年轻人一些。然后就是说，希望找到一些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元素，跟台语这个文化做一个不同的结合。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元素有蛮多的，可能嘻哈，可能电音一些，可能会比较节奏感重一些的东西。然后他要怎么样跟台语做结合，这是我们这次台语新浪潮2在玩的一些idea。其实现在也很多年轻人是不会讲韩语的啊，所以我觉得语言应该不是一个隔阂。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台语的这个元素里面加入更多音乐元素，这是我们努力在思考的方向。就算年轻人不太会讲台语，可是多少知道一点点。就我们不要让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的特色，变成一个不是年轻人接受的元素。那我也希望这个台湾的这些台语的元素变成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在这次台语新浪潮2做这些努力，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不要因为不懂台语，然后就不去接受台语的歌。我的私心啊，我会觉得说，希望能够吸引越多年轻人来加入台语歌曲的创作，越多越好。为什么越多？因为如果年轻人没有加入这个行列的话，路会越走越窄。那只有年轻人加入，才能够让台语歌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有趣。然后这才会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一个精神，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我看过我的一些报道，就是我以前到现在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跟一个转变，那几乎是这一首歌就可以完全去表达我的人生，对，那就从以前从台中北上到台北去发展这样子的过程，就浓缩整个精华在这一支歌曲里面这样。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本土文化真的是需要传承，然后像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会讲台语，我就觉得很可惜。有的时候你讲台语讲快一点，像我在夜市有的时候讲太快，他们根本就不懂我在讲什么。我觉得台湾现在有很多需要我们去维持、去继续传承的东西尤其是语言。你看有很多的语言都已经慢慢的不见了，像原住民的语言然后客家语言然后对，就很多人都不会讲。那我觉得台语新浪潮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文化保留这个层面上是值得鼓励的，然后也值得大家去支持的。这首歌的理念，纯友情的吗？就是一个工具人的概念。可能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我喜欢她，可是不敢讲，对，她永远都有男朋友，对，然后一直都会有男朋友这样，然后她一直分手这样，对，很烦，分手就打电话来，对，说我分手了，对，然后我们想说，有机会的时候，奇怪又有男朋友，对，就是没办法趁虚而入啊，对，没有空隙，工具人的歌，对。我觉得很酷这个计划，因为刚刚在里面听了好几首 demo， 对，都很不一样的曲风，然后结合在一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而且台语对我们来说，讲真的，我跟阿昌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做一个划时代的台语歌手，对，因为我们想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该多一点新的台语出来，对，那黄珊老师他提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台语新浪潮这个合集，我就那时候我就很期待。到刚听到 demo， 我就觉得太酷了，因为每一个歌手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歌手用的都是台语，对，都是台语。然后，如果要以我们做 hip hop 音乐来讲，大家玩的 flow 也都不一样，就觉得很酷，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就是哇，台语也可以这样弄，就是要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台语新浪潮很屌。对，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张一张一直发。我们家这首歌其实是在描述，恋爱中的人，然后会为了爱，然后更勇敢，制造一些小浪漫，然后可以让彼此的感情更甜蜜。为了爱，就挖米家那样子。刚听到说有在甄选，因为
新浪潮1的时候我有错过，然后新浪潮2在甄选的时候，我就会很积极，就想要去有一个东西出来这样子。前不久我就看到那个哇姆家他们居然在拍 MV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的作品可以在 MV 上面哎，然后就有看到李吴兄弟啊，然后林颖蔚那样子，然后我跟合作的人我们都很开心这样子。台语新浪潮的主打歌《回归天后》嘛，然后这首歌是写外星人跟我们地球人谈恋爱的故事。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今天有女主角。然后跟女主角的一个戏份啊是很贴近的，就是比如说这么近，超5公分的一个距离，然后我们要对着她唱，有一点点的小的，一开始放不开。我很开心跟很快乐，因为这首 MV 是李吴兄弟第一次3个人一起合体拍的MV， 然后因为这两首歌都是我们有参与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做起来会特别开心跟特别上手。年轻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像我很喜欢电音啊，很喜欢嘻哈，但是往往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通常不是英文，不然就是华语，那可以用台语诠释这种嘻哈电子，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原本发起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凯杰，那凯杰那时候他邀我去参加这首歌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一些设限，然后刚好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家里长辈刚好离开我，是一个蛮伤痛的一个 moment， 然后刚好他有这个合作案的邀请，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情绪写在这首歌里面，这样子。台语的文化我觉得台语的文化就是一年比一年的有更多新的曲风在变，像比如说这几年蛮流行电子的曲风 EDM， 也有人做台语爵士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台语歌就是越来越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今摆的台语足趣味的，就是讲吼，较早咧写歌可能一定爱做严格去甲迄个声韵、甲迄个音乐结合了真好。这个新的时代，可能台语对阮来讲，伊毋若是一个爱讲得足正确的语言，伊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你啊听有就好啊，毋免讲甲一定讲用咧歌内底一定爱准甲讲甲原本一模一样。所以我感觉这是即马这个时代台语的创作较无共款的所在。有一个姐姐，然后她对于这首歌，她其实很有想法，很有感觉，因为她是想要写给她的妈妈的，对，然后她是把她跟在地的感情做连接，然后可是她是以妈妈的角度去写，然后同时也把她跟她妈妈的关系跟一些小时候到大的一些故事跟想法写在里面，所以我就依照她给我的故事的逻辑还有歌词的感觉，然后去把它唱出来。我觉得很酷，非常非常的酷，因为台语歌其实我们既定的，其实它有一定的样子，但是台语新浪潮其实它打破了我对台语歌的认知跟感受，甚至因为这样，我也把台语新浪潮1好好拿出来听，我觉得好酷哦。它保有台语该有传达的东西，但是它的曲风，甚至它的感受力是加了好多新的元素，可是它没有偏掉台语本来该有给人家的感受。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这首歌其实是大概5年前就完成的一个作品，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玩团，那时候是大学2年级，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玩音乐，家人是会怀疑说我们到底行不行，对，所以那时候就跟团员里面的贝斯手，这首歌的作词是我的贝斯手黄浩成，对，然后他就是很有感触，就是写下说，我不是早唔知了诶懵懂笑诶。因为我的台语不好，对，然后都是他教我怎么念，对，然后写下这一首歌，然后希望可以，可能是想要跟家人证明些什么吧，对，就是我们玩团的人的心声。竹田英，他的国语是竹蜻蜓，然后作者的本意他是在说以竹蜻蜓来代表说一个思念，然后他用自己比拟成竹蜻蜓的方式，然后就是可以飞到爱人的身边，或是说可以用竹蜻蜓这样子，然后传达自己的爱。本来就是写一首比较
比较算是一种故事剧情的人生悲歌。其实它是一首男女生，然后开始是认识的，然后可能就是有过一段感情，然后后来某些原因分开，然后后来他们在餐厅见面，讲述了他们之后怎么样，然后一旁还有一个服务生在旁边看着他们的画面，就是他整首歌其实是用蛮多视角在做这一首歌。远见我不敢说了，但是我总是有一些自己的理想。我很希望可以用台语做一个音乐季，可能就是台语的音乐节，办一个类似这样的活动，让台语的流行音乐可以在台湾继续扎根、继续发芽、继续成长。我很希望在1年内可以成功。然后就是这种台语音乐节呢，它会是比较国际性的，在大陆的权章下，或是东南亚的这些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很多的这些闽南语歌、福建歌的这些歌手。其实我们也会 share 差不多的语言文化，就是有很多的这些闽南歌的词语创作都是台湾这边发生的。我会觉得说，假如有一个音乐节或是音乐季的东西，能够让台语歌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让年轻人知道说整个台语歌的全貌是怎么样，能够展现各种各样的不同音乐元素的台语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我会去努力。台语新浪潮，唱甲也袂调。